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的东路乡一间庙市，每一年普渡发会了后，拢会开放予民众摕免费的奖品。因为传统的风俗，只要食普渡过的奖品，就会带来着福气，所以嘛形成着抢福的这个现象。今年的奖品4000多份，才30秒尔就互抢了咯。各位民众抢到这个倒啊，拢冰冰倒。抢奖品的时间一到，大家是烧钱要抢，有人出动规家伙啊，要拼上的骹手骹尾，桌仔顶4000多份的奖品，30秒就互人全部扫了了。大家抢啊穿皮皮，有一位妇人人一个无注意，结果倒啊，人嘛对咧跋倒。大家拢准备到真焦状，有人扎塑胶袋啊，嘛有人扎粪扫地啊内底，因为抢到真济奖品，阁有人搬到强尾跋倒。 拿得动啊，拿不动哦。抢奖品的地点伫苗栗的东路是一间庙，每年普渡了拢会举办活动，因为传统认为只要食普渡了的奖品就会使带来福气，所以就出现这款抢福的情形。柚子、冬粉、面线哦，要分给亲朋好友吗？对，分析给大家。 抢奖品、抢福气，民众抢甲倒啊，强要变过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